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次我哋畫母乳子媽咪同埋個 BB。這次我們就畫媽媽跟呢個 baby 嬰兒。咁我哋首先呢，就會係用濕畫法咧畫咗個背景啦，有少少朦朦朧朧嘅效果。首先我們會畫背景，那背景就是用濕畫，然後呢就有一些模糊的效果。後面嗰啲花呢，你就可以自己自由組合嘅，就唔一定要同我一模一樣嘅。那麼花的那個品種跟怎麼顏色什麼樣的組合都可以是你自己的創作，你可以先做一些圖片的資料搜集。咁你可以自己首先做咗一啲資料搜集先嘅，咁但係咧都係遠嘅咧就係朦，近嘅咧就係深，也是一樣，就是遠一點就更朦朧一點，近一點的可以深一點。咁頭髮嘅顏色，咁我就用啡色，咁你可以用其他顏色都可以嘅。頭髮的顏色你可以用其他顏色都可以的。咁今次嘅示範呢，咁我主要呢都係用黃色同埋啡啡地色做嗰個頭髮嘅顏色。這次的示範我都主要是用黃跟那個咖啡色做那個頭髮的顏色。咁因為我哋呢就只有3隻色，所以就係皮膚色呢都係用呢3隻色去做嘅。因為我只是用3個顏色，所以呢，比如說皮膚色都是用這3個色的組合去做的。咁當然啦，我哋都係做一個相近嘅顏色嘅。如果你係要做一模一樣呢，可能就要多啲唔同嘅顏色去做啦。就是因為我們只有3種顏色，如果你的皮膚顏色要有特定的，那你可能就要有自己的水彩裏頭多1、2種顏色去調。但是我覺得呢，比如說看我們之前做的都可以有很相近的顏色，比如說傑尼啊都可以是皮膚的顏色。咁呢，我睇返我哋之前做嘅色板啦，咁其實好似呢啲呢個部分啊，呢個部分都好接近呢個皮膚嘅顏色，或者呢啲淡色啲嘅部分再加啲藍色，等佢唔好咁鮮啊，都會係接近皮膚嘅顏色嘅。咁我哋做嘅時候呢，主要就係做背景先啦。咁然後其他地方呢，就如果你唔想去吹乾先做呢，咁我就會跳嚟跳去咁樣做。如果你係譬如想一步一步做咗，譬如背景跟住皮膚跟住頭髮跟住衫咁樣，係有一個次序呢，咁你就要每一次呢，可能都要吹乾張畫先可以繼續做落去啦。那我的做的那個順序就是先做背景，然後就跳進裏頭做，然後我就看哪裡乾就做哪裡，就沒有一個特定的那個次序。如果你有一個特定的次序，因為每一個人畫畫都不一樣的嘛，習慣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有特定的次序的話，順序的話呢，你就要把它吹乾，跟着你的那個安排去做。咁呢一個畫呢，我就唔係畫得好 detail 嘅，咁所以你如果想再更加細緻啲呢，咁等佢乾咗之後，你就要慢慢每一個部分呢就做得細緻啲。咁嗰個呢，我就唔包括喺呢個示範入邊噶啦。那我這一個示範呢，不是很每一個世界我都做出來很精準的那種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做很寫實的那種效果，然後頭髮，比如說每一條都看得清楚的哪一種呢，你就要自己花時間去做了，因為呢這個要花很多個小時去做，然後呢你覺得哪一個程度足夠的時候呢，你就停哦。如果你覺得還不夠真實啊，還不夠
细节的话呢，你就再花时间去慢慢描出来。这一种的画画呢，因为画的时间很长，也很重复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包括在我的示範裏頭啦。謝謝大家那我們就開始啦。咁多謝大家啦，咁我哋就開始啦。筆方面我就係主要用呢4支筆。呢一支咧就 KYC Series 2235 14號，呢個係軟毛嘅筆嚟嘅。咁第二支就係12號 Escoda Perler， 咁呢個咧就係纖維毛嚟嘅。咁呢個都係纖維毛，6號 Above Ground 3250 White。咁呢支細支啲嘅咧就係 Winsor & Newton 2號，咁呢個都係纖維毛嚟嘅，就係畫啲細節啲嘅。首先呢，我們要準備一個紙，因為呢有些地方呢，比如花的那個部分呢，我們要印一下。這個呢，背景。咁我哋先呢就可以呢濕啲水落個顏色嗰度呢就畫落去啦。咁呢我哋呢就濕畫法嘅，即係要好濕嘅。如果一陣唔夠呢，我哋就會再加水嘅。咁呢度呢又係啦。咁呢邊呢我就想有少少黃黃地色，一陣我會再加紅色。這邊呢我就用藍，然後這邊呢我就用黃，然後等一下呢我會加一些紅色。咁下面呢我哋呢就會再加返啲藍色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就加深啦。現在我們一步一步加深，因為還是濕嘛。這裡會有一點綠色，因為呢花從這裡生，呢度呢會係啲綠色重啲，因為呢嗰啲花呢會喺下面咁樣生上嚟嘅。呢啲地方呢，如果有顏色走入去呢，你就可以用張乾淨嘅紙印下去啦。這裡如果顏色跑進去的話呢，你就可以用乾淨的紙去印一下，你看就會清楚了。咁呢個時候呢，佢仲係濕嘅時候，你就可以修改下啲邊線啦。它還是濕的時候，你就可以去修改它的邊線。這裡我也加一點黃，
讓它有一些對應。咁咧，我呢度加少少黃，等佢有少少對應啦。咁係濕嘅時候咧，我哋咧就要加少少紅色啦。就好似花叢裡面嘅，即係一啲遠景啲嘅小花啦。我們要點一點紅，就像因為它會化開，所以就像草堆裏頭的小花一樣。跟住開少少橙色。咁亦都可以咧，係彈落去啦。咁呢度咧要擋一擋啦，這裡要彈一彈。咁就好豐富。咁有啲地方咧，你就可以將呢個紙咧扭咗佢，咁佢咧有個尖嚇，你可以把紙巾轉一下、扭一下哈，它有一個尖，你可以印一下。也可以壓下去，可以壓落去。咁壓嘅時候，你有唔同嘅方向。那你就可以做不同的方向啊，要轉動。那如果太髒的話呢，你抱一下，然後再轉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咧就開始畫個人物啦。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到時可以畫啲花落去嘅。到時候等它乾呢，如果你想要的話呢，我們可以畫一些花。那現在呢，我們畫鏈，因為鏈呢，它沒有碰到旁邊。咁我哋可以咧，而家已經有啲黃色，加少少紅色。咁就佢嘅膚色啦，就像黃加一點點紅，多一點水，淡一點，然後它就是它的皮膚的顏色。畫的時候呢，就要手也要畫，我們留一點光邊在這裡。咁我哋畫嘅時候呢，所有呢啲同一個人嘅皮膚都要畫晒佢啊，唔係會有鴛鴦色。呢度留一條白邊，咁佢就唔會化過去啦。然後呢，你就睇啦，譬如呢啲地方可以光啲嘅，咁你呢就可以用支乾淨嘅筆，咁咧就將啲顏色咧就係抹出嚟，因為佢仲濕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就會有一個柔和嘅感覺啦。那你看哦，譬如說你有些地方它要淡一點的話呢，你就洗一洗筆，然後呢就印一下，把那個顏色呢去吸出來，然後呢它就會光一點，亮一點。
這個嘴巴你可以淡淡的畫一層，那就是第一層啦。咁你呢個咧就第一層畫完啦。咁 baby 咧就可以多少少紅色啊，或者淨淨咧用一個好淡嘅紅色啊，再加少少呢個原本嘅皮膚色。baby 呢就偏紅一點點啊，你先用紅色開一開，然後再點原版的皮膚，媽媽的皮膚色進去。然後這裡差不多嘅時候呢，呢個 BB 嘅顏色咧就係偏紅一少少嘅，咁所以咧就要開咗個紅色先，啊好淡，又再加翻佢媽媽嘅顏色。咁呢個咧花你自己中意畫咩色都得啦。咁我等佢個面嘅顏料乾之前咧，咁我就可以咧去做呢啲花啦。咁呢啲花你其實可以自己中意去做咩類型嘅花都可以嘅。咁呢一個我而家做緊呢一個咧係參考嚟嘅啫。那花因為我要等它練的顏色乾嘛，所以我就可以回來做那個花啊。那個花呢，你要做怎麼樣的花都可以啊。我這一種做的是這一種，就是參考而已啊。咁啊可以用翻頭先整翻嘅橙橙地色，然後咧就再喺呢啲底部咧就係加少少紅色落去，再點上去咯。咁有一啲咧就可以係其他顏色啦，有一些可以是其他的顏色都可以啊，就你自己去設計咯。然後這裡也是，但是呢，我想把頭髮畫一畫，才畫呢個花。咁呢邊都係有啲花嘅，咁但係我就想畫咗頭髮先再加。咁我就主力咧就係加咗呢邊先啦。咁之前咧咪印咗啲白色咧，就係呢啲嚟噶啦。之前呢，我們用紙巾印出來的，就是現在我補進去的那個部分。
嗱，咁可以做第二層啦。現在它乾了，我可以做第二遍，然後也是這樣子開。那你洗一洗呢個筆，然後就把它那個邊鬆開，洗乾淨個筆，印乾淨嘅水，然後咧將佢呢啲邊鬆開。咁如是者咧，你就可以做幾次。做幾次有個好處咧，就會係順滑啲。就是同一個方法，就這樣子，你就可以做幾遍。因為你分開幾遍做的話呢，那個深的部分跟淺的部分就自然一點。到 baby 啦，到 BB 嘅呢度啦。你可以轉細筆做咯。如果太難的話，你可以轉一個小號一點的筆去做。咁跟住翻過嚟啦，然後回來了。這個如果你覺得那個線太線的話，你可以加一點一點很小很小的藍。嗱，你加少少就得㗎啦，它就沒有那麼線的。
咁跟住咧就做頭髮，咁頭髮咧你想點用咩顏色咧就係視乎你啦。咁我咧就用咖啡色。接下來做頭髮，我就做咖啡色。其實你可以做任何你覺得想做的顏色都可以啊。咁你可以咧係即係鬆開去譬如呢度咧，你可以就鬆開去啦。比如說這裡你可以鬆開。咁呢度咧，我會畫個花嘅。baby 嘅頭髮就會淺一點 ，baby 嗰個頭髮咧，我就做淺色啲。跟住咧，我就轉啲細啲嘅筆嚇，一陣咧畫頭髮嘅時候，咁我而家咧畫埋呢個花先。我等一下就用這一個筆再畫頭髮。現在我先畫那個花，這個花呢，我就用那個比較紅一點的橙橘色去做。可以加一啲嘅藍色喺中間，然後讓它乾以後呢，我再加那個深一點的頭髮的時候呢，我就會把這個填一下。咁我一陣咧加深色嗰陣時咧，就會將啲地方咧去修飾一下。咁呢度咧有啲顏色走入去，咁我就咧抹咗佢啦，用支筆。這個有顏色跑進去，所以我就用筆去擦一下，把顏色擦掉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可以咧做嗰個媽咪嗰個衫。媽咪嘅衫咧，我就會用紫色做啦。我現在就做媽媽的衣服，我就會用紫色去做，就是藍加紅這個顏色。
咁呢邊呢就淺色啲啦，因為我想連咗落去啦。這邊淡一點，因為我想這裡是可以連在一起。呢邊有啲頭髮，咁我呢就小心啲去整啦。這邊有一些媽媽的頭髮，所以我要小心一點。咁跟住我呢就再加顏料，接下來我再加顏色顏料。咁呢啲地方呢係會深色啲嘅，這些地方會深一點。咁就呢度呢就會深色少少啦，這裡深一點。跟住呢，我就畫個頭髮啦。現在我就畫頭髮，所以我就開深一點啦。咁就畫返深色嘅部分啦。
呢度你可以乘機咧就補下佢啦。嗱，咁呢度咧我哋就可以填晒佢係嗰個頭髮嘅顏色，或者你可以修補一下那個花的那個部分。因為我們全部都是用頭髮順的那個顏色啦。咁跟住到 baby 嘅頭髮啦，然後到 baby 的頭髮，就用這個深一點的。耳朵咧就加深啲裏面嗰個部分啦。耳朵要加深這一個部分，媽媽的那個也是。眼蓋深一點，眼皮呢個位可以深一啲，深一啲，呢度又係啦。
跟住手呢，就可以畫返再細節啲啦。手部可以再加第二層，名字的部位